都唔係，究竟想要啲咩？想走近啲睇清楚嘅時候，冇諗到反而仲蒙咗。當你再對上焦，可能仲比之前睇得更清。究竟要諗嘅係自己想要定係唔想要嘅嘢？有時候連自己中唔中意都唔係好知。其實中唔中意都好，好過冇呢。乜有會比冇好啲咩？冇嘅話起碼會唔使煩有嘅嘢啊，但係有都唔知道冇嘅好處啊。我諗冇話好唔好嘅，所有嘢都有唔同觀點㗎嘛。這晚要與你做個濕濕的夢，濕濕的夢，與你去創造這深深的痛，深深的痛。這次要跌入你黑黑的洞，黑黑的洞。你教我要學會盡量放鬆，盡量放鬆。每次遇上你，又會一起衝動，一起衝動。每晚也要與你輕輕相碰。當講起一個人嘅時候，你會聯想到啲咩？空虛、寂寞。點解一個人就代表寂寞？其實一個人都幾好㗎。多啲時間做自己想做嘅嘢，了解下自己需要啲乜，自己同自己拍拖咁，最後要認識嘅都係鏡後面嘅你。我記得一些周日的早上，我記得一些醒來的感覺，我記得一些城市的清晨，我記得你長長的眼睫毛，我記得他安靜的呼吸聲，我記得對街流行的光線，我記得陽台上的灰格子。我記得深夜的便利商店，我記得戲院裏你的疾影，我記得我怕我將要記得。人係群體生活嘅動物，我哋會容易害怕一個人孤獨嘅時候。一般渴望找到自己身邊嘅伴侶，想有多個人理解接受自己，係咪得到別人嘅認同就足夠呢？
解會有智慧？智慧愛嚟做咩？其實我哋最大嘅功能就係會反思嘅動物。生活就好似一塊鏡咁，每當我哋行動或者思考嘅時候，其實都係反映緊自己。甜蜜嘅背後，往往都會帶嚟不歡嘅對比。如果結果到開頭對放嘅話，你仲會唔會繼續你結果嘅旅程？可能你會想知我點諗，但其實最重要都係你諗啲嘢。